报道学台语，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字第14集，66条，手闭起来才袂澹去，袖子要挽起来才不会湿掉。下骹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毕业的毕，第二读做必，第三字读做必须的必，第四字读做必，国必的必，国必啥意思？就是孤僻的意思，或者另外一种是滑稽的意思，好，67条，一个剃头，一个编耳，就是一个剃头，一个要帮忙拉下耳朵，那比喻浪费人力的意思，好，那下面有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棒啦，扛棒的棒。第二读做鞭，第三字读做这字读做读做啥物？这字读做变变就变身的变。第四嘛是读做变读做8条。这个教授上爱互人抱就是这教授喜欢让人家给他奉承跟巴结的意思下面4字要选，第一字读做菩提的菩啦迄佛祖的菩提无第二字读做抱，第三字读做碰第四字读做旁旁起来旁道的旁69条，旁叫做捧晒抹面捧着晒。这捧着屎往脸上抹，比喻自取其辱的意思捧晒抹面好，咱第一字要选的，这字读做抱，第二读做捧，第三字读做旁，第四字读做帮70条，伊去互人摔甲流血流地，真惊人就是他被人鞭打到流血，真是吓人下骹有4字要选，第一字这字读做术，技术的术第二术，第三字读做术术士嘛第四读做术，这蟋蟀或者蟋蟀的意思好，感谢各位收听。